嘛呀？说清楚再走。什么说清楚？我要上去。你他妈违章眼把我包扔地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行吗？说对不起就完了。包里边有电脑。哎呀，撞坏东西就得赔，赔点钱，算了吧啊！你们要多少钱啊？够了，不要，电脑钱就够了。我身上哪有这么多钱？我操，小子想赖账啊！哎，钟老师，你怎么能这样欺负人呢？想到了，美女，要是你弄坏的，我们就不让你赔了。我请你放尊重一点，你们要闹去别的地方闹，别影响别人。我们不影响别人，我们就影响你。以后不要在这里出现，我见一次打一次。大哥，留个名呗，到时候我们以后知道栽在谁的手里了。你戏看多了吧？我是老师。明月，下去吧。啊，没事，不用谢我。我要迟到了，我先走了。周老师，迟到了吧？来，上车。送你。姚老师，我也快迟到了。没空。怎么办啊？抓紧啊！还差2分钟，时间刚刚好，足够你上楼。肌肉记忆，多练练，没问题的啊！谢谢老师。王老师，你什么意思？杨老师，我们谈谈，不能，必须谈。啊，走，我请你以后对苏老师原谅，他是我，明白吗？